Hello，今日又同大家見面啦。我哋機頂盒仔同埋平板電腦又升級咗咯喎，可以睇下呢張紙升級咗咯喎，可以睇 D 加、N 加，同埋可以睇回放，仲有可以一拖二喎，一拖二可以用你手機或者係平板，你買咗個機頂盒，然之後佢個 Apps 嘅話可以睇兩個設備。安卓嗰個手機或者係平板都得咯，都可以自己安裝噶，會教你點安裝噶。呢次嘅話就係為咗大家下個月可以睇 Now 英超世界盃，然之後我哋全面升級，然之後價錢好大喎，最主要嘅價錢係比同行要大好多。我哋有兩隻盒子，同埋平板都有好多可以選擇。盒子嘅話，兩個我哋價錢都一樣噶。P7 人哋係賣得比較貴噶，話我買嘅話係價錢係一樣嘅喎。咁依家俾大家睇下我哋呢個 Apps， OK， 呢個 Apps 就係可以一拖二，然之後我哋係連手機網絡喺度演示嘅話會比較慢。先俾大家睇下，佢有好多台可以睇噶。香港你係撈嗰啲全部都有噶，撈 Sport 啊，全部嗰啲都會有噶。有好多，同埋新加坡啊、日本啊，全部都有。因為我呢隻手機喺度拍攝，然之後仲連到呢個網絡，就係比較慢啲。生田。咁依家嘅話，頭先係入去啊嘛，因為我隻手機喺度錄緊視頻，然之後仲拍影片俾大家睇。你睇下，佢係你中國嗰啲直播都有得睇噶 ，CCTV 啊，全部都有。係有好多地方台啊都可以睇，然之後香港你去睇下香港嗰啲影片啊、電視劇啊，全部都有得睇，電視台啊嗰啲，同埋撈嗰啲全部都有噶，頭先都有俾大家睇下啲撈一二三全部都有，撈英超呢啲有個獅子頭嘅 NBA 啊、連球啊嗰啲全部都可以睇，然之後仲有台灣你可以睇下，全部咁多。係，然之後新加坡啊嗰啲全部都可以睇，全部都係可以睇噶。日本啊、韓國啊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全部都可以睇。兒童台啊、紀錄頻道啊，全部都有。唔方便俾大家睇太耐，因為睇太耐嘅話，佢係有版權嘅。咁我退出嚟先，然之後仲可以睇其他嗰啲 N 加 D 加，我可以點俾大家睇下。呢個係直播，然之後佢仲可以睇回放喎，記得可以睇回放喎。有啲人佢嗰陣時直播嗰日唔記得睇嘅話，就可以睇翻回放咯。我退出嚟俾大家睇下，因為呢個 Apps 我都係今日先裝，唔知佢係點噶。你睇下體育，你點體育入去，佢就係有體育增田。呢度係睇影片噶。全部都係有 4K 嘅，可以睇下呢啲係真嘅 4K 嘅。我是但點一部片俾大家睇下，唔可以睇太耐，有版權問題。因為不過我哋呢個屏幕嘅話係達唔到 4K， 全部都係有 4K 嘅，好流暢嘅呢個 app， 全部都係好流暢俾到大家嘅，係。呢啲就係嗰啲，佢呢個 Apps 睇晒所有體育啊、新聞啊、影片啊、啲 N 加 D 加，全部都喺呢度。我可以點俾大家睇下，你睇下佢，你要睇電視劇啊、綜藝啊、動漫啊、日韓嗰啲電影啊等等。因為我手機網絡，我係呢度冇 WiFi 連埋我手機網絡，然之後又同大家拍緊視頻，都係用呢部手機。佢就係有少少慢，要等佢加載出嚟。係 N 加呢啲全部都係有噶。你都唔需要去開會員啦。香港一個月係百幾蚊港紙會員，依家全部有呢個 Apps， 全部慳翻。然之後全部都係好快，都係嗰啲最新嗰啲電影噶 N 加。然之後 D 加，睇下大家好想玩 D 加，全部都有。唔方便俾大家展示太多，因為有版權問題啊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直接過嚟買。粵港影視呢啲全部都係講粵語嘅，
全部都係講粵語嘅。如果係呢啲片嘅話，佢全部你大家可以睇下，呢啲全部都係講緊粵語嘅。所有啲新片舊片啊，全部都有。然之後懸疑推理全部都有啊！呢個 Apps 真係好犀利，好勁。然之後 TVB 專區全部都係講緊粵語，都係 4K 嗰啲片源嚟嘅。2025、2023啊，你想玩翻你之前嗰啲劇都有噶 ，N 加 D 加 N 加歐美同埋日韓電影短劇都係免費睇喎。動漫所有啲動漫都有，綜藝電視劇全部都喺呢個 Apps， 一個 Apps 睇晒所有。然之後呢啲係呢度係 4K 專區，全部都係可以睇嗰啲劇集啊，睇嗰啲咩？呢個就係影視咯，同埋直播頭先有點俾大家睇下，呢啲就係直播咯。然之後佢仲有收睇記錄，你睇下，全部嗰啲直播好多國家同埋環球新聞啊、體育啊、兒童台啊，全部都有啦，全部都喺晒呢度。電影啊、紀錄頻道啊、體育啊、環球新聞啊，我是但點一個環球新聞俾大家睇下咯。CNA， 我點下，可以睇到。手機網絡就係慢啊，唔好意思，影響大家個觀睇啦。係啊，佢全部都係有噶。呢啲就係嗰啲新聞嗰啲咯，嗰啲台韓國啊、馬來西亞、日本啊、新加坡、台灣啊、香港啊、Now 啊、Now Sport 啊嗰啲全部都有。先俾大家睇下香港嗰啲 TVB 啊、J2 啊，同埋跑馬台啊、戲曲台啊，同埋呢啲粵語片台啊 ，TVB 有好多。你睇下 Now 呢啲都可以回看噶，可以回看，呢度全部都有顯示嘅 Now 全部都可以回看 Now Sport。都係可以回看嘅，可以回看嘅話點入去，就可以睇翻佢之前嗰啲，一個星期以前嗰啲片啊，全部都可以睇到，有咁多呢啲台，不過我哋唔識噶，香港台好多噶，有好多以前都冇睇過嗰啲台，同埋台灣啊、新加坡啊，全部都有。然之後呢個嘅話，佢仲可以一拖二都係好容易操作噶，我哋會教你點操作。好穩定，然之後我哋 Apps 嘅話係有保修噶，唔係話有啲人買咗就唔理你。我哋有咩售後問題嘅話，全部都會同你解決噶。生險好啦，頭先有演示俾大家睇下，但係佢有版權噶嘛 ？YouTube 呢個平台嘅話，佢如果你錄太多嗰啲影片啊，嗰啲操作啊，佢會有顯示版權問題，所以就唔俾大家睇太多啦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可以加我個微信。我個微信個電話係13418546717，我都會放個二維碼喺個視頻嗰啲頭上邊噶。如果大家唔識掃嘅話，或者係唔識加嘅話，都可以打電話俾我，我教你點加或者係點樣過嚟搵我。感謝 YouTube 呢個平台，同埋好多客都係睇咗呢個 YouTube 個視頻，過嚟搵我，或者係直接加我微信，郵寄過去香港啊、台灣啊、馬來西亞。好多地方，感謝你哋大家個中意。然之後我哋有新產品嘅話，會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啊。你過嚟搵我嘅話，我哋洞口嘅話喺賽格通訊市場經濟大廈2樓2A 深九亭利，記得認準喎，冇玩錯咗咯。我哋如果你係坐地鐵嘅話，我後邊會放個線路圖喺後邊噶。坐地鐵嘅話，我哋呢度坐到華強北站係比較容易玩啲，2號線、7號線都可以到噶。如果你係地鐵嘅話，就係 E1 出口，然之後向前行40-50米，或者係工業大廈都得。工業大廈就係 D2 出口，D2 出口坐部 lift 上嚟，然之後就睇到出嚟就睇到賽格工業大廈，然之後2樓上嚟電梯背後呢條通道就可以揾到我啦。如果係我粉絲過嚟嘅話，全部都有優惠，比其他人優惠好多喎。因為我哋呢個記得係1拖2，同埋可以回看，可以睇撈，可以 N 加 D 加，全部都睇晒噶。仲有我哋店仲有好多嗰啲新品啊，
手錶啊、耳機啊、風扇啊、風筒啊、Dyson 吸塵機啊、風扇啊，好多好多。蘋果耳機啊，同埋好多好多鬚刨啊、吹風機啊、捲髮棒啊，同埋有啲人中意玩錶啊、玩咩啊，都可以揾我，去加我個微信諮詢，去諮詢下，因為我哋大陸人冇 WhatsApp，俾大家帶嚟唔方便啦。咁呢期視頻嘅話就差唔多拍到呢度啦，咁拜拜啦，咁下次見啦，記得如果要揾我嘅話就加我微信咯，13418546717，拜拜。电梯上来华强北站，这里工业大厦也可以上，因为它上面是通的。这里有个电梯，上来。上来的左手边，左手边，看这条通道，左手边，再转右，右手边这里啊就到了，到了中间这里，中间这里可以看。平力智能窗带2A39，认准这里哦，这里也是属于工业跟经济的连廊，就这里。如果在经济上来的话呢，就是手扶电梯的背后，也容易找到，都是2楼啊，认准2A39。